為佢可以做到真真正正嘅零後續消費啊！而家只不過係一個示範教學，做咗幾下。多謝講白，犧牲咗佢嘅玉面飛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耐冇見，我係講媽，終於俾我試到家用美容儀嘅龍頭品牌 Yaman。喺我廿幾歲仲做美容院嗰陣，市場上最強嘅家用美容儀品牌一定係 Yaman 同 Panasonic。不知不覺 Yaman 已經屹立咗47年。我以前都有用過佢哋嘅機，去到我呢個年紀，其實有幾多個真係唔識 Yaman 呢一個品牌？相信有唔少人係咁意都買過佢一兩部機翻屋企用。我絕對唔會用嗰啲乜鬼嘢天花板啊、愛馬仕級數嚟形容 Yaman 呢個品牌，但佢喺家用美容儀界真係有非一般嘅實力。上年我個 friend 用咗成皮嘢買佢嗰部旗艦機，我用過一次啫，已經覺得真係有啲嘢睇。可惜呢部咁貴嘅機已經同佢嘅主人一齊飛咗去英國，冇得再試。冇旗艦機測試唔緊要，今集我哋一齊睇下呢一部年尾壓軸介紹嘅美容儀，睇下佢有啲乜嘢料。香港節奏堪稱全世界最快，所以美容儀唔夠快唔易用，大部分人都堅持唔到長期用。而家啲家用儀器買就勁易，但係好多都係做兩做就收翻埋去，因為步驟太多，手法太煩，效果又唔一定即刻見到，最後部機只係會收埋咗喺你唔知邊一個櫃桶底嘅死角位置，從此不見天日。我揀呢一部捱夜閃修儀做壓軸介紹，好簡單，佢嘅節奏啱晒香港人，快易覆蓋夠，分別有3個模 ，Daily 只需要用3分鐘 ，Agent 用5分鐘。如果你咁唔好彩，需要用 Agni 呢一個模，2分鐘就搞掂晒。全部模式都有晒時間設定，一齊睇下佢部機嘅設計先。撳實就係開關掣，輕按就可以轉模式，分別有 Agent、Agni、Daily。中間呢粒掣係切換眼同面嘅模式 ，Daily 同 Agent都會有眼嘅出紋，但係 Agni 就冇眼嘅出紋啦。最右邊呢個掣係校度數，最低係1度，最高係3度。Agni 呢一個 function 除咗冇眼出紋揀之外，亦都冇得校度數。亮燈嘅粒數反映剩餘嘅電量，充滿電之後指示燈就會自動熄滅。呢部機重點係佢個賣點非常之人性化，一滑已經用到半邊面。佢個機頭設計非常之大，模式又唔複雜，佢嘅官網設計手勢簡單到你都唔需要諗。最重要係佢唔需要用指定 gel， 唔需要用指定 gel 啊大佬，唔使用指定嘅產品係非常之重要，因為佢可以做到真真正正嘅零後續消費啊！大家都知出邊好多美容儀都一定要配合佢指定嘅產品一齊用，即係話你買咗部機，你就焗住要買埋佢之後啲 product。如果你唔買咩，咁你有本事你咪出去自己揾咯，揾到啱就係啫。隔唔到部機，你用落去瀨嘢，佢又唔會負責嘅。咁即係話，只要你一日要用佢部機，你就要不停後續消費佢啲產品。而呢一部機真係唔需要買佢任何產品，買完部機你就即刻用得。淨係呢一樣嘢已經要俾100分，你只需要用翻自己日常嘅護膚品已經搞掂噶啦，唔花巧，唔使佢哋俾咁多錢，消費者係最受落嘅。淨係呢一點都贏晒其他牌子，輕輕都同大家講下呢一部機嘅原理同功能啦。經過咗咁多次介紹美容儀咧，其實我覺得大家咧都唔係真係好想聽呢一啲嘢嘅啫。因為大部分人聽咗呢啲原理啊、成啊，即係佢有幾勁啊，好多人其實都係消化唔到。一般消費者咧都係想知咩咧？價錢抵唔抵？有幾多嘢送？同埋部機有冇效？佢哋都係想聽呢啲嘢。我諗真係好知識型啊，或者一啲所謂嘅成分撚啊，佢先至中意聽咁多呢啲嘢。不過 by the way， 話晒都係品牌支持又泵水，點都要講下嘅，所以大家俾心機啲聽下啦。第一，地電模只需要3分鐘，佢有11種變頻電流，綠光505mm係日本專利美白綠光，主打提拉、消水腫、抑制黑色素生成，喺出門口前3分鐘幫面部做熱身，輕電流收線條，綠光幫膚色提亮，暖感可以幫精華吸收得更加貼服。新一代熱感超導技術，用熱感同電流可以幫皮膚加速28倍吸收精華，而暖感唔單止係發熱，其中融合咗 EMS 電穿透技術、離子導入以及溫敷技術，幫助護膚品吸收。出門口前嘭嘭聲碌幾下，面色仲會精神咗。第二 Agent Mode 只需要5分鐘，9種變頻電流，紅光630mm 主打緊緻輪廓，抗老嫩膚，紋路管理。Agent Mode 係夜間修護，電流頻率針對多層肌肉，紅光係做抗老，你只需要配翻用開嘅抗老精華，用呢一個 mode
皮膚就會有種企翻正嘅感覺。第三 acne 只需要2分鐘，藍光主打控油，加速消痘，預防痘痘生成。用得 acne 呢一個毛就一定係想急救噶啦，對正粒痘瞄準照，2分鐘就搞掂。呢部機專配16頻變頻電流，挑戰淺中深層肌肉極速擴腦。佢呢個電流做法係不停轉換節奏，好似幫塊面做緊唔同層次嘅 training咁，唔會用2-3日就變到冇感覺。相反，你越用佢，你嘅線條就會慢慢走翻出嚟。佢係嗰種越用佢，你就會越見得到實淨感嘅緊緻效果。最緊要係電流頻率交替變化，會令到我哋嘅皮膚冇咁容易耐受。耐受係乜嘢嚟嘅呢？耐受係同一種刺激重複太多次，身體就會覺得習慣咗，再刺激都會冇乜感覺。所以變頻電流就係為咗第一，唔俾肌肉皮膚習慣同一個模式；第二，保持刺激係要有效有反應；第三，緊緻感可以維持得耐啲。呢部機最正係3樣技術同步。第一就係頭先所講嘅電頻電流，做線條同埋做深淺層刺激。第二，升級熱感超導技術，佢嘅溫度係暖暖地，可以令到皮膚放鬆，吸收力即時加倍。第三 LED 光，針對膚色同埋穩定度，3種技術同步，令到皮膚嘅吸收度、線條同埋亮度都會協調啲，用落自然會覺得皮膚嘅狀態更加好。呢啲都係產品快見效嘅關鍵。每個技術都夠晒專業，兼且能夠同時發揮作用，呢一個先至係最重要。佢另一個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個機頭非常之大。頭先都有講過啦，一嘢就已經去咗我半邊面，尤其是我塊面咁細呢，基本上呢一部機一擺落去呢，都差唔多去到我2/3塊面噶啦。就係因為佢個機頭咁大，所以大家先至唔需要花咁多時間去用呢一部機。呢部捱夜閃修儀，我自己係滿意同中意添。用完之後塊面識得飛就肯定比較難噶啦，但係對於即時水腫、下垂、提高護膚品吸收呢一啲情況的確係有改善。對於出門口前需要急救嘅朋友仔嚟講，呢一部機的確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如果你想揾一部可以日日用，唔麻煩，快手幫你做翻輕微線條嘅美容儀，呢部機都真係投資得過嘅。部機係我破天荒咁多部美容儀測試用得最少次數嘅一部，我係隔日甚至隔幾日先至用一次，因為呢排咧試機咧真係試到想嘔啊，係冇晒心力咁樣日日用。但係我每一次用完呢一部機，塊面都覺得係飽滿咗同埋精神咗，佢嘅效果真係算得上穩陣得嚟，又見得人，同埋最重要係佢嗰個微溫，微溫對我自己嚟講咧係好緊要，因為你有微微嘅溫暖度，所以我每次用嘅時候咧都覺得哇好舒服，即係你一路用緊個美容儀嘅同時間咧，你覺得自己嘅皮膚係好 relax 咧，都真係好吸引人繼續去用佢呢一部機。當然，如果個效果可以出到嘅就更加好啦。呢部機最長個毛只需要5分鐘，官方手法就係簡單向上畫3畫。我會教大家一個專業版本，等你用美容儀可以用得更加得心應手，同埋令到個效果更加出。我而家會用5勝肽同6勝肽幫港爸去試用呢一部機。做所有美容機，我都會將塊面分開幾個 session 嚟做。第一個 session 下巴到嘴角到耳珠呢一個位置為之第一個 session， 第二個 session 嘴角鼻翼呢一度咁樣拉到去耳中為之第二個 session， 第三個 session 就係成個額頭啦，第4個 session 咧就係眼部嘅位置。我試過用唔同精華去用呢一部機，佢個電流感覺都會唔同。但係無論你敏唔敏感都好啦，每一次做嘅時候一定要由第1度開始，等皮膚適應咗之後先至選擇調校度數。另外搽精華嘅時候可以跟翻做 session 嘅位置去搽，因為如果你用我呢一個手法去做美容機，一開始成塊面搽晒精華嘅話，未碌到去嗰個位，你啲精華就已經索晒，所以做到邊搽到邊。用呢一部機做嘅時候，記得按鈕位置向外，導電片要貼住皮膚位置，千祈唔好校錯方向啊！我哋由第1 part 開始。咁我會先用5勝肽，撳實開咗機之後，記得要用第1度開始。首先喺下巴中間呢一個位置，做嘅時候動作慢啲，用少少力按壓皮膚向外拉。你見到呢個動作係慢嘅。我平時幫自己用美容儀咧，都係用呢一個速度，絕對唔會快。慢慢一路向外拉，去到耳珠呢一個位置，我會 hold 一 hold 3秒到啦。1、2、3，如是者呢一個 session 就可以做5次。第二個 session 我就轉用紅光幫港爸繼續做，喺呢一個位一路做到去耳中嘅位置。好，我哋開始。
嗱，記得呢個機頭咧唔好頂到個顴骨嗰個位，因為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承受到儀器撞到顴骨嘅位置，所以呢一點咧大家就要留意下啦。咁去到耳中嘅位置 hold 住，跟住翻過去咧，完全唔需要用力噶啦。我哋可以試下加多度，而家係2度，而家咧而家太大力。太大力，咁咧佢2度咧已經覺得太大力咧，你就唔需要猶豫啦，可以轉翻佢去1度。每一個人能夠接受到電嘅度數咧都係唔一樣。總之記住，唔需要特登去揀忍嗰個電，即係大力啲電得我勁啲，就會以為個效果會再出啲，唔係咁樣嘅。只需要你自己能夠接受到個度數係幾多咧，你就直接用嗰個度數就 OK 噶啦。第3，額頭位置。額頭嘅肉係比較少，甚至乎有啲人呢兩個位置嘅骨咧係會比較突出嚟嘅，所以做額頭嘅時候係好難用力按壓部機。我哋只需要動作向上輕輕用力，向下冇力咁就 OK 噶啦。我會用6勝肽去做額頭呢個位置。做額頭嘅位置咧，個機頭就要調翻轉啦。額頭咧真係好難用到力嘅，所以咧向上嘅時候輕輕有少少力就 OK 嘅。咁個動作咧就係咁樣來回做就 OK 啦。有啲朋友仔喺中間呢一個位置已經有明顯嘅靜態紋，咁可以將個機直接擺喺條紋上邊 hold 住1、2、3、4、5。呢個動作可以做3至5次。如果你同港爸一樣成日好撚多嘢諗到成個川字紋都走晒出嚟嘅話，咁你亦都可以將個頭咧左右咁樣撥，動作快少少去做呢一個川字紋。做紋我就一定會用6勝肽，將個機頭咧擺喺呢一個位置，左右，用少少力去左右，或者上下，睇唔睇到啊？大家就係咁啦。做眼嘅位置記得要將個分唇調翻去眼部。做眼記得一定係要由眼頭開始，慢慢向外拉。做嘅時候動作可以再慢啲，用少少力輕輕按壓向外拉，重複做5次。勤力嘅話咧，可以做10次都得嘅。做眼嘅位置就一定係用6勝肽啦，因為可以針對翻啲紋理。擺喺眼頭嘅位置，慢慢向外拉，一路拉到去太陽穴呢個位 hold 住1、2、3，再翻過去如是者做大概5至10次。咁記得啦，動作要慢啲，hold 住1、2、3。跟住我哋就做一啲重點嘅位置。第一個就係虎紋，咁大家都見到啦，港爸嗰條虎紋咧係好明顯睇到嘅。咁我會轉用6勝肽幫佢做虎紋呢一個位。虎紋嘅位置可以點樣做呢？首先卜起個嘴，好似金魚咁吹脹咗個嘴啊！卜起咗個嘴之後咧，將個頭直接擺喺條虎紋嘅位置呢個位 hold 住1、2、3，跟住慢慢輕輕咁樣拉出去。唔需要特別拉到好遠嘅位置，淨係拉到中間就 OK 啦。再擺翻落虎紋呢一個位，輕輕慢慢拉出去。咁甚至乎咧，你可以擺喺虎紋呢個位置 hold 住1、2、3、4、5。我而家只不過係一個示範教學，做咗幾下。當你好認真持續做呢一個位咧，你會見到條虎紋咧，相對係一定會淺咗嘅。之後我會做多啲面珠提升呢一個位，咁我會用5勝肽去做嘅。記得個貼片咧係要掂住個皮膚啊。咁我哋做嘅時候喺 jaw line 呢一個位，用少少力撳落去，跟住向上拉，拉到去顴骨嗰個位置 hold 住1、2、3、4、5，慢慢放鬆。咁我哋記住做機嘅時候咧，要對自己皮膚好啲。一般人做機咧個動作就係咁樣 ，fliver 好快嘅，跟住嘣一聲就拎走部機。我哋千祈唔好咁樣對自己啲皮膚，要溫柔啲，慢啲，好似按摩咁嘅。去到顴骨位置 hold 住1、2、3、4、5，慢慢放鬆。最後如果有雙下巴嘅話，我哋都會做埋佢嘅。咁港爸呢個雙下巴係非常之強勁，而家唔知點解喺鏡頭嗰度咧，好似冇撚咗個下巴咁。大家千祈唔好誤會，佢個下巴係4個下巴跌咗落嚟嗰啲嚟嘅。雙下巴 OK，我哋都係用5勝肽做。咁喺大概呢啲位置啦，搽咗先。我哋喺下巴呢一個位啦，用啲力一路向上拉，慢慢一路拉，
拉到去以後呢個位置 hold 住，1、2、3、4、5，可以成個頭擺落去拉又得，去到差唔多耳仔嘅位置，轉一轉部機 hold 住1、2、3、4、5。由於有得雙下巴，你嘅肉都比較多，所以呢一個位置你可以做大概5至10次。呢部機仲可以配合 Paper Mask 一齊用。我做機中意直接貼住塊面做，如果你想喺 Paper Mask 上邊碌都可以試下。如果你想知呢部捱夜閃修儀嘅實際效果係點，最直接嘅方法當然係買部翻嚟試下啦。用過你就會知道佢嘅設計同方便度係咪啱晒你嘅生活節奏啦。想知詳細資料可以 click 下面條 link，你就會睇到噶啦。